刚才信息的主题是叫做装备管家幸福的能力。这个名吼，这个题目有点仔咱讲较文雅、事实简单讲，就是讲，咱做基督徒，除了咱顶礼拜所领受到的，用施舍真济、真做上帝祝福的一个开始。但是过来是讲，咱兄弟姊妹，咱的确都爱去求上帝，互咱有管理钱财的能力。收托就是管理，收托就是会晓使用。这个我相信，无论是你经济偌尼好，财务偌好，也是你敢若一个安尼领薪水的工作人员，这拢是上帝所特别恩典的。咱平常小等下吼，咱遮来做复习就好。咱的即个经济中间，咱有即个系列，就是讲用上帝国的经济学来思考人伫世间上界需要的金钱、经济，伫上帝的话中间，伫圣经的教训中间，伫上帝眼光来讲，伊要安怎对咱来指示吼？顶礼拜咱讲起就讲借钱互耶和华，这是圣经明明甲咱印证的。就是你将事出现甲救助，就要带来丰盛的生命。这是咱伫顶礼拜所学习的。即礼拜咱要三角来领受即个主题，就是装备管家幸福的能力。意思是咱爱大声领受培养管理上帝所托付的钱财的地位甲能力。咱过来要三角分享的是7%，这是一个神圣丰富的数字。因为什么方面吼？迄个奥妙吼。唔知的人感觉讲足麻烦，知的人感觉讲，哎呀，这实在是一生上大恩典。咱明仔进入到你属灵的展处，亲自去了解这11方面的这个宝贵。咱我想起着一个主题吼，第4个主题，就是讲对颂扬到富足的人，对颂扬到富足的人，咱以往。对基督教，还是对圣经，还是对传统的想法，拢就是讲基督徒吼就是莫讲钱的代志，基督徒莫讲好业，基督徒莫讲富足，事实圣经内底并无安尼讲，所以咱就是爱突破迄个颂扬的灵，就是这是魔鬼的规矩，伊知影咱若是颂扬，魔鬼就较好做代志。但是咱要安怎伫富足的中间去活出上帝的丰盛，这才是关键吼，较重要安尼。咱基督徒先爱理解就是讲，咱是上帝伫即世间的管家，你是管家，你毋是拥有者。世界所有的物，无像属于你的。这是基督徒足重要的一个观念。你感觉这是你的态度就无相像。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25章，伫这个所在讲到真出名的3个罗卜的比喻啦吼。好啊，本是用按材料接受服务，才干。因为这份是甚物呢？这份就是讲领5000的金币，这个好的。真中的萝卜是啥？就是讲随时去做生意。尼意思是啥物？毋是领5000、领2000、领1000，啥物人较高尚较无够？是因为伊的态度，伊对领受即个托付的态度，甲伊的职责。咱有讲5000甲2000的，伊就随时去做生意，表示伊无伫遐来眼前，伊无伫迄个所在安尼变大，无伫迄个所在吼。亏欠伊的责任就对了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基督徒伫生命的历程的中间，咱亲像所有的钱财也是受到的。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阵，你就对整个人生的财务有真清楚的观念。顶2日，我甲节目书记参加着咱台南一个足受敬重的老长老吼，伊过着13岁。伫迄中间呢，有即个主礼牧师黄德胜牧师，伊咧分享信息时讲到即个譬如，
我伫遮来做引用吼。伊咧讲犹太人一个有名故事啦吼，讲人的一生吼有3个朋友，好朋友，有3个好朋友吼。第一个好朋友吼，日子拢甲你伫咧，甲你寸步不离。哦，你足需要伊安尼。啊，毋过吼，当你若离开世间，伊就足无情，就无要插你。你到年老无力的时，伊就唔插你。第二个朋友吼，是甲你是好朋友，但是无讲定来做伙啦，吼，无讲定来做伙。啊，你若有需要，你爱找伊。啊，第三种朋友咧，搁较细，迄平时也无啥咧联络，但是吼，伊一生拢跟做你，拢无离开。而且犹太人即个故事是咧讲意思是咩？头一种朋友，日子拢甲你伫咧，就是你的钱财。你逐日拢需要伊，出门逐项拢欠伊，爱要定甲你做伙。但是吼，你世间一个关心吼，其实就无想要加啊，伊嘛无足无情的，无要插你对。意思是钱财，一旦人啊，世间的路尾，钱财就无路用啊。第二种是你的名声地位，这个朋友有影会帮助你伫社会啊，足受人尊重。但是吼，伊袂当定定甲你伫咧，当有一天你过啊，人生的光明富贵无见。但是第三种的朋友，虽然一世无定来做伙，但是一直对你调的，就是你的好所行。你的好所行、好品行，这会成做你后代子孙的祝福。啊，所以你讲这个意思是讲，钱财是人一生上亲近的朋友啦，但是伊嘛是上无情。啊，既然咱对钱财的态度，我真细致，吼。你感觉讲吼，我有伊吼偌好个，啊，有时感觉伊足无情吼，你倒来无要服侍伊就离开你啊。所以要认清基督徒管家的职责，就是受托做管理。当你有即款观念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即个钱你毋是定定要白条条就对。所以咱是上帝钱财受托的管理者，是暂时保管者。所以咱基督徒是爱先求上帝，互咱有管理的能力。意思是你有管理甲经营的能力，你来做5000块的萝卜，安尼才有意义啊！啊，若无，咱即看见即3个萝卜吼，咱拢干那咧认定伊钱多甲钱少。咱要认定的是讲，要了解的是讲，迄个1000个是咧做啥代志？因为吼，也会做，并无一定即个1000个就是袂晓做啊。咱来讲换一个故事的角度来讲，啊，迄个5000怎去甲带伫铺底？人迄个1000个，伊钱少是少，伊做甲足认真。啊，你感觉讲耶稣会学到多一个，主人会学到多一个？啊，所以咱毋通用迄个数字来绑着，是要看见耶稣所学论迄个角度，就是好过尽忠的路。第7位。咱拢知影，世间一般所有啦吼，所有的观念拢是即个问题。世间人的态度是钱愈多钱愈好。一般的人的状况啦，咱人的一生的状况，有的人吼，一生拢咧足钱啊，都逐项咧欠，定来咧欠，吼，逐项拢欠钱就对。但是嘛有人吼，足幸运的咧，钱咧足去走咧。有的人吼，倒伫厝内就咧趁钱啊，咱嘛讲咧足明显的吼。啊，另外一种是讲，啊，两种拢无啦，但是吼，我着甲伊和平相处，也无爱甲伊生亲近，有需要咱找伊就好啊。啊，平常时吼，我袂怀疑你有着，毋知你追求倒一个，你所爱的是倒一个。我相信一般的人吼，拢是钱足人走上好，哦，啊，我拢趁袂离安尼。但是这是毋是幸福，无一定啊。所以有正确的财务的观念。是管家上重要的职责。伊若主耶稣伊讲38个譬如，也是有人统计吼，讲其中16个甲钱财有关系。38个吼有一半左右吼是咧讲钱财的代志，包括拄则咱听的迄个圣经的譬如。
那圣经佫提到钱财的经赞吼，嘛有人甲统计，讲上至少有2350赞。啊，你听到这个数字就知影讲牧师咧引用的资料是咧讲什么啦？但这是一本册，啊是咱台南有一个冠冕理财协会因所翻译出来的册。啊，伊讲起到这本册咧讲到这2350个经赞咧，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指导啦，就是上帝只甲咱讲，你爱11奉献哦。伊搁较教示咱讲，你要安怎好好来管理9%。你9%献出去对无？你所以重要是9%你要安怎使用，你才会成做一个丰盛的人生。圣经真侪宝贵的真理，伊个所在咧甲咱讲。啊，这是一本册的封面就对啦吼，2350章。啊，那圣经咧并无排除在，足侪人吼。啊，你无了解，一路讲啊，你讲到钱的代志就是厌气啦，啊，就足粗俗啦。其实圣经毋是摆在使，圣经是咧教示咱什么？毋通做钱财的奴隶啦，毋通做伊的奴才，做钱的奴才，啊，你就无阁有啥物丰富甲无丰富，你一生拢活伫种奴才的观念内底。当然，看起即10经文，马头去读24节。讲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人即个、看轻迄个，你袂当常时服侍上帝。你即两项哦，你都爱选择一项。世间人通常拢是后壁迄个较重要。啊，现代中文伊写了更较谦卑啦吼。伊讲无有人会当侍候两个主人，若毋是厌恶即个，就是爱迄个，也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伊讲恁袂当同时做上帝的奴仆，搁做钱财奴隶。即两项是冲突的。啊，咱有时干看到钱财，耍误会，也是讲啊，上帝是叫我安尼都安尼规只条巴肚。啊，穿到破碗烂啊！吼，安尼才是咧做上帝咯，吼，毋是啊。伊是讲毋通做伊的奴隶，毋通做奴隶。咱还是话，而且中间第2项，圣经伊教示咱，讲毋通贪心，毋通贪心，因为即个会比较犯罪甲败坏，比较犯罪甲败坏。提摩太前书6章6节到10节，保罗甲咱做真好的提醒吼。伊安怎讲呢？讲敬虔搁知足，会互人得到大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通食，有通穿，就着知足。讲想要发财的人会陷入隐隙陷阱。伊讲想哦吼，想要发财，讲还未发财啦，你干想命？你就会智慧的差不多减1半以上，你的注意力、甲你的反应、甲你的细节会减少去。这有根据的哦，毋是无说话袂讲。伊讲这吼有人研究，迄大脑有发生问题。想要发财的人，大脑有发生问题啦。伊讲真侪款愚妄、有害的欲望，互人因伦比较败坏甲毁灭。意思是，当你迄个阴霾的心伫你的头壳内底，你迄个欲望甲你占满的时候，你的败坏就来啊。但是，好像咧食毒共款，你但是已经甜着你，人就真歹发生啦。实在讲，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爱钱财，想袂偏离信仰，家己受尽苦头。所以还是话，即个做一个教导。你若真做一个丰盛的人生，请会记，毋是讲比较你领导钱偌济，是你爱先求上帝，互你有管家的能力，有受托的能力，互你会当伫你会当运用的钱财内面，活了足快乐，活了足幸福。这个才是上帝所意。申命记有记载上帝教导，伊讲财富是上帝所赏赐。伊记了，财富是上帝所赏赐，
毋是单靠人的能力来得到的。伫即个巴克利本的圣经即个较文雅，所以我直接要来用现在中文来甲咱读。伊讲伫旷野，上帝甲玛纳就是恁甲祖先无食过的物，赐互恁。伊讲伊承用艰难考验恁，互恁通学谦卑啊，互你食一个苦，知影讲人袂高级啊，人两骹钱四骹啦。所以当你谦卑落来时，伊就要用水好的物来帮助你。这是上帝的命定甲上帝的顺序伊讲，所以会通了做恁是靠家己的双手甲气力来得到好业。你哪会记哩？迄是上主，恁的上帝赐予恁的气力，互恁得到好业。伊安尼好款待恁。因为到今仔日，伊犹原信守伊甲恁的祖先所立的约。这经节，互咱真大的提醒。当你丰富的时，你拢想讲世间能力我上好，世间财富是我上好。咱台湾有真侪首富我拢感觉讲这趁钱是我高。你若毋是即个社会，你若毋是即个稳定的经济，互你有即个地位发挥，你一个人敢有遐厉害？但圣经我明明讲是上帝互人丰富因为伊甲伊的祖先有即个约，伊一直要供应你。即个毋是甲阿伯拉罕即个祖先入约，是甲每一个基督徒的祖先拢入约。这是上帝应允要互你的。所以，但是话，人拥有钱财，多甲少毋是重点，你会当有效管理、发挥功用，才是重要。咱知影有句俗语讲：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咱拢知影，有怀财会得好业，对毋对？伊敢若讲怀财不富，伊无讲若有怀财你会拄到什么命运啦。你若听到即句讲哇，真正好看有怀财我一生安尼差不多安尼跳卡练起手啊。我拄仔咧讲着管理的能力，迄事咧是济到互你算袂了。时间无够，咱甲前即落一个新闻，台东有一位两线两车的警官叫李泽明伊竟然真做运毒的首脑，互人求刑12冬。即个代志发生伫5月11日，伫咱苏的海上查到一只船海钓船，叫做南越号，招数头一个招数829公斤的安徽产品。伊讲总所有伊统计了差不多几吨的就对了。是即个警官伫咱苏翕的，即只船另外遮尔多的毒品，毋知要害死偌侪台湾人。伊原因是安怎呢？即个南苏分驻所的所长，伊都做工领薪水，看起来是足好过因为是高级的警官，但是安怎呢？伊就贪心啦，咱讲贪财是万恶之根，真正成了。伊投资股票机会飞到毋知哪去，就挖东墙补西墙，财务的破洞愈大，佫家己地下钱算借钱，佫就回共倒了了。到尾想讲无跋筊款，咱就赚大，规个律师输咱2000多万，讲钱逼伊行远不归路啊！行迄个伊原来毋捌拄着迄个悲惨的路啊！因为呢，即个警官伊的出身是足好伊讲伊的老爸是退休的校长，伊的兄母是医生，伊的某、伊的太太对甲伫医院院，伊佫家己做警察所的所长。照讲是伫社会拢人尊敬的，生活无欠过的，退休金为到人伊安尼快乐过一生啊。但是安怎？因为伊无管理的能力，伊有贪财的心，所以这无管理大家。伊的一生拢是废去啊。过来是有遐大学特别是遐社会科学的系有人专门咧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就是追踪遐个讲得到迄个采管得出因的下场就对啦
因后来生活是啥物？因到尾因的统计啥啦？结局是差不多70%吼，着乐透彩的人拢破产，拢破产。啊，有一本册专门的册，伊写讲1万的乐透得主拢无考下庭。哇，这听起来解释吼，你嫉妒嘛吼，拢嫌人有钱啊，就甲人讲这，毋是咧，所有事例拢总结出来，因拢有追踪就对啦。当然有诶无公布出来，无法度，但是伊若公布即个人，伊去着即个啊，咱是毋是？即度因发大财啦，是咱要分析讲，即款诶人因大部分突然间得到遮大诶财富，伊无迄个受托管理钱财诶能力。所以啊，即位真正咱无论是已经退休的兄弟，也是咱呾开始一生的事业要开始，请你先甲上帝求讨，讲上帝啊，毋是用我发大财啦，是用我有迄个能力来管理钱财。当你有能力的时阵，耶稣伊会甲即个伊讲的即个譬如讲，当你伫小事好搁尽忠，到我要互你管较侪，你有尽忠上帝，到互你管侪。啊，若无吼，罪是害你啊，钱罪害你啊，啊，所以即本册吼，有法度做中文讲1万乐透得主的迄法庭就对了吼。啊，人伊要买，但是迄个钱财得袂着，享受袂着。所以呢，顺早这时做广告是咱教会吼，即个会期执事啊，伊伫4人伊在负责即个推广中心吼，诶，即个课程，啊，伊吼。对10月开始啊，有2个课程真好。迄甲牧师讲的这主题真有关系，是有一个叫理财有道的课程，有11礼拜的课程吼，啊是一个咱台南真互人尊敬的一个基督徒老师徐大雄老师要讲课。搁另外一个是咱汉的一个附近的这个领导者，或者罗总上顶落太平天教会，伊要讲起这经营有道的课程，有机会。欢迎咱吼，11礼拜来听，吼像咱门训共款安尼，去甲经济，啊去读快1礼拜啊1、2点钟来听吼，啊经营有道安尼，啊这是真对咱真观念甲态度真大诶帮助就对了。但是即位圣经对管家受托诶教导非常诶重要。拄则咱咧讲起着，人拢不能一手就能得到真丰富诶钱财了哦。但是，除了遐追求贪心的人来滑倒犯罪以外，遐乐透彩得主，咱讲因真侪人拢袂晓管理，到尾若毋是破产，啊无就是吼，内底故事真侪啦，特别网络你通去找足侪就去，足侪拢确实有不良。有的人若毋是讲安尼袂晓管理，啊互贼啊较中道，啊甲亲戚朋友甲伊吵甲互斗袂牢。啊，慢慢因为钱多吼，煞惊啊，毋知影要管理，到最后起笑咧，走去警察局报告，讲有人要来甲我抢钱啦。啊，你若想讲，这钱多到底是对伊好还是歹咧？所以伫美国有真侪所在，即款的乐透彩得主吼，因较成熟，兼且因有得到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有迄个一个老阿嬷伊得到足大笔的乐透彩，因领着吼。无讲领导的，这个钱摕去关乎主钱地方。伊讲这个钱伫我身躯比鸡毛安尼。你看，迄人嘅态度差真多。圣经对咱伫管家生活教导有真重要嘅核心啦。腓立比书，咱拄则读嘅保罗先生也是讲，我知影即个我毋是讲我无教育，因为我已经学会晓，无论什么经有拢记住。吼，伊是有时欠英文毋对啦，但是伊是讲我会晓记住诶。我知影善车，也知影富足，是饱是枵，我有剩也是欠过。我已经得到秘诀，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记住。伊讲事我贵咱会记住，我好小事我稳定会记住，就是我有贵咱通克服这环境就对啦吼。这大概咱有这3、4项保罗先生受托装备，伊迄个真重要教导。第一，你安怎训练你对现况满足？满足实在是真好通好去学习的。
足侪人拢真少年，较早咱囡仔时代，放假他穿破裤啊，但是有一条物件人遮欢喜甲，无像现在遐尼丰收，但迄阵的知足感，甲即阵比较，我感觉较早迄个时阵，你感觉愈幸福咧。所以保罗讲，伊已经知影安怎过贫困的生活，也知影安怎过富足的生活，会晓处理贫困，也晓处理好业，安尼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你是靠耶稣基督所赐的快乐，就会当适应任何环境吼。最近有一本新册，是一个德国的即个科普的学者所写，这本册的题目吼，甲咱的晚足顶落共名就对啦，伊叫做晚足。伊安怎讲咧？伊讲，你去追求幸福，不如你学习安怎满足。伊讲，你感受袂到幸福是什么原因咧？是你追求的比别人较侪啦。哎，听有无？就是讲，我感觉无幸福，因为伊甲身比我较侪，所以我一点拢无幸福。其实你已经足好啊。所以伊讲，你爱活转头来想满足才是人生上悬的境界。这本册的观点最近拿出来的，满足，这是德国的科普学者爱写的册真畅销的吼。内面的重点是讲，满足毋是得到家己想要爱的，是感谢家己所有的。你若要得到你要爱的吼，得袂了嘛。咱即句俗语讲，人心不足安怎？蛇吞象啦！你心若袂足吼，你好要搁较好，你济要搁较济，你住一楼无够，要住2楼，这永远无够。但是呢，你若感谢家己所有的，你会感觉讲啊，我实在是足丰富。而基督徒，若读圣经的教是理论上每一个拢是幸福的人，因为你若要处丰富，你也要处颂扬，你拢真快乐，因为你知影上帝会放下你。就像圣经讲来讲，你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你所欠的拢要互你。所以幸福只是追求满足的副产品嘛，毋是最终的目的。箴言3章89节，安尼甲因教导讲：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移归我乎？求你互我无善车，嘛无好业，赐我需要的美物。意思毋是甲上帝讲，你互我好业，伊讲互我无善，嘛无好业，安怎咧？伊讲，遮免我把足毋捌你，毋认你。讲上处是啥？哦，世间叫我上大也免我善车，煞去头地哦。人讲饥寒起盗心啊，讲煞来亵渎上帝的名。哎，是袂？拄则咱有讲知足哦，咱有讲，互我无善无好业，无善好业是一个比较。那咱即款。你啊穿形水啊，哪来去非洲？咱好业人担心。哪来去咧高收入的国家讲哎哟，这钱要哪用啊？无够用啦。迄实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啦，听。遐尼少个。搁一项你要得到能力，管理的能力，能力，我真感动的故事。对祖先甲思想来得到能力。有可能是文章咧讲到。真出名的香港的野青叫做周润发，这文章咧讲吼，两个夫妇无囝，这周润发因为拍一了非常的钱，非常的出名，伊累积伊的人生拢总50万亿的钱，但是伊讲吼，伊已经讲好啊，我已经把这笔钱拢总50万亿100%捐出去，设立一个好的慈善基金会，讲手续嘛办好啊安尼，因两个吼。讲爱食糯米蛋，穿布鞋啊，穿普通的 T 恤，两个阿某足快乐游山玩水，讲无人比阮较幸福啊！这观念差较侪啊吼，有人无够有够佫要较济啊，但是这个周润发吼，人足尊敬，因为伊演电影演足像，如果伊的疼心甲伊的对金钱人佫较感动。搁另外一个我出名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隐士的慈善家，叫做查克费尼。伊吼讲挂迄15块美金的这个卡西欧的手表，穿插
人家讲是衣衫褴褛就对啦。啊，一般的人佫穿较歹，但是伊拢总已经捐出560亿的美金，啊，清查足健夫就对了。已经透过伊一个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完整的经验，讲比咱传统上来拢讲，美国的洛克菲勒迄石油大王无，洛克菲勒伊个家族在风险偌侪钱，伊讲现在累积当然可能时代啊，或者迄个金钱的价值可能较早较济啦吼，但是今日讲已经超过即个洛克菲勒即个基金会，哦，全世界拢有听到。啊，伊捐钱哦，大家拢唔知啦。是最近因为伊要甲伊的即个所有的财产拢处理，啊必须要登记啊，啊所以才曝光就对了。是即个影视慈善家跟查克费林吼，啊即个人哦，伊所经营的，咱可能若大概去机场拢看会到，是全世界上贵的迄个免税商店，伊开的吼。啊，即 DFS 即全球的，啊，伊到后来规个免税商店拢卖互法国的即个财团，啊，伊就把钱拢捐出来吼。啊，有一个爱尔兰的传奇的作家吼，康诺伊对即个查克两年写过一本册，讲毋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讲即个查克菲尼安怎秘密住宅甲散财啦，啊，写一本册吼，是一本册安尼。啊，咱即个查克。好行啊，咱毋知要怎算，但是啊，伊观念甲咱足无共款哦。伊讲伊无赞成将金钱留互后代，哇，即个对咱台湾人根本都讲袂通啊吼。但是伊观念伊讲哪咧？伊讲钱若留互后代，无疑啦吼。伊讲会互因带来真大的麻烦。伊讲今仔日的钱就应该今仔日解决，后来的问题应该去解决啦。啊，这观念咱真困难去接受。啊，咱该问讲你是安怎要捐出所有的钱呢？伊讲一句话，伊讲因为吼，咧包尸体的迄个裹尸布无落地啊，哦，人若过去啊无落地啊就对啦吼。哦，咱毋知中医社的即个当初朋友毋知，咧互人过往的人穿，毋知真正有落地啊无安尼。啊，但是人感奇怪，啊，即个查克费林根本无爱钱，啊无爱开钱，啊无爱钱，无爱享受，啊是人变累积遮尔多钱财，迄嘛真奇怪吼。啊，既然我都无爱，我哪就爱趁的安尼，啊，即个真趣味啦，有人咧甲研究就对啦。伊讲吼，大概伊用一句话来代表，就亲像出名德国的小学家叫做韦伯，即个韦伯讲一句话，伊讲伫世间的成功，证明了上帝恩典。你伫世间有成功，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吼，有来研究咱的中教会传统，我爱荣耀上帝对无？所以我若是事业成功，我伫社会成功，我是咧荣耀上帝。但是经济冲动甲宗教的情怀是会当互相支持的。意思是我成功，毋是因为我要享受，我有钱财是要见证上帝祝福我。但是我这钱财毋是欠咧家己用，是我要来救世，我要帮助这个世界。所以经济冲动努力，啊，甲宗教情怀是互相相辅相成就对啦吼。但是为咱能看见讲，这个侪故事，互咱拄着真大的省思啦吼。省察就是讲，无论这个周润发，也是这个查克费林，因伫一生中间拢得到真大的财富，但是伊无真做钱财的路咧，啊，真快乐来运用这个钱财，但是伊过了也无变咱倒来。但是为今仔日个主题是讲，请咱大家啊，伫上帝面前拿出供主啊，毋是我先得到偌济的资产，是求主互我有迄个智慧、甲气力、甲能力来管理你所交托我。当你有管太多的时阵呢，你钱侪少一定不再是问题啊。因为当你坐的时阵，就亲像耶稣所讲，伊5000个上帝搁交较侪互你处理嘛。啊，你处理你都毋是要享受，你自然伫你的生活的顶面，你会幸福搁快乐，因为你无诚侪钱财的忙碌。愿主互咱学习即款美好的即款
德行、甲品格，互咱通一生也伫上帝恩典，有即个装备受管家受奉的能力。